观众朋友，今日个红魔分享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其实唔係天拜來到我哋嘅福喜來，而其實係啲好多人。但是因為一個好我哋客家嘅客家產法，為到愛熟悉我哋客家產法嘅顧客，而學嘅我哋嘅客法。你今日有請到係以為讓我哋一經驗，而又熟悉到同時研究過到我哋客家產法。嗰啲嘅其實我睇我哋苗栗是有啲展覽，而算是我哋算是數字獎賞嘅，其實是係來自我哋嗰啲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我哋苗栗分館嘅主管工藝師，我哋史徹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先生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史徹，來自苗栗，我嘅外家係到高雄。其實佢歡迎先生來到我哋現場，我哋又再一次見面啦。因為其實我哋所謂見面係少見人成熟嘛，嗬。但是一擺我哋提供喺苗栗市有一啲展覽，但是回到我哋故事嘅前面，當晚嘅我開始對於我哋客家產法一件事情開始有興趣嘅咯。我係從1995年哈開始在一開始我是以金屬線編的教學跟創作為主，那後來在2010年的時候，沈蒙人間國寶陳惠美老師的一個啟蒙，讓我有機會接觸了純阿灰這個台灣傳統工藝。那一開始我其實只是希望能夠把這兩個一剛一柔金屬是比較剛硬的，然後蟬花是比較柔軟的，然後把這兩個絲線的一個算是纖維工藝結合在一起，那增加金屬的一個顏色。會不會因為我喺到苗栗較長嘅時間，故所有機會接觸到客家產法。就按嚟開始。其實一般嚟講嘅話，我哋可能對一般人冇辦法去分配講，乜間度好多人嘅傳統法，乜間度客人嘅產法，你咪睇約同人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好。好啊，我根本都好要帶一些嘅作品過來，當我嘅書地度我咪要紹介嘅好多老客家嘅產法。有乜嘅特色，還有冇共樣嘅地方。那藝術方嘅就係條擺，我們閩南的這個純阿灰，佢嘅用色呢是以這個正紅色，我們閩南話叫做正色，代表着明媚正娶。好，那客家的話，我們可以在書裡面可以看到它的顏色比較豐富，然後有水楓色、黃色、藍色、綠色，還有紫色，這些很豐富的一個色彩。那然後在造型上面的話，其實也會有不一樣的一個部分，像 Holo 就會用意象的部分，像我手上這一隻就是龜，代表長壽。那我們客家的部分的話，會看到像現場這個花朵，它都是比較大的，然後會用在我們的神桌紅，也係行燈板客家細妹也在出嫁的時候要戴在頭上的髮簪等等的這些用途的，那是比較不一樣的一些使用的部分。你睇好落係咪講？因為其實我哋以前會看到講好多嘅傳統法，真係都講我哋媒人婆嘅頭拿模上面，會就是媒人的頭髮上面會沾了一個，譬如說傳統法那樣嘅。但是你從頭講，我哋客人嘅產法唔單止講我哋嘅色神，我哋色冇個多，我哋色神個強同時嘛，我聽我哋嘅神法地方有冇咁樣嘅應用。但是其實老實講，我真是幾少看到。嗰時我哋想講。嗰幾時間，這個雖然講這個係一條苗栗嘛，算是我哋客家人嘅太莊頭。你這個去做一個田野調查時間，有幾容易看得到哈？一開始，其實我就是當初想說，喺到苗栗
客家大县，那应该很多朋友会知道马该哈嘎产法。古时候我见到这些在地的朋友，我就很开心的就问，朋友的马该黑产法吗？然后就很多人都跟我，给马该，你讲黑马该，我糖就不是糖糕。我也没见过，就是都是这样的回答。所以这中间其实，在我长期的做了研究以后，我才发现到，原来客家茶花并不是我们普通人家都要制作的。头摆个什么的出家，就只要做针头线尾的裁衣缝补，这些手艺活就够了。那可是只有在我们北部的客庄的女孩子，也就是桃园、新竹跟苗栗这3个客庄地区，而且是地方士绅的这些特殊的家族的女孩子才需要制作。嗰就等於講，因為客家產法以前嘛係提供講太富人家啦，你有錢的人家，太富人家嘅什麼嘢？然後我學人哋算是個要嘅一種蔬果。咁問題係講，從唔知家睇前嘅過程地步，等於你講，唔係過以前嘅太富人家，佢要留下來嘛，要前嘅你話要搬開嘛，從人哋過程順利嗎？主持人问到重点了。其实这些家族因为他们的身份背景比较特殊，然后也比较重礼教，也比较重视一些隐私，所以古时候我一开始有机会，就是朋友介绍的时候让我去接触。那我当初打电话，然后问一个老人家。佢大概接到我嘅電話，就講我唔對哦，我老嘅哦，我馬街就唔對哦，就是給我一點軟釘子碰。其實他就是希望我能夠打退堂鼓。那我就用我很破的客家話，我去跟他講說：阿爸，唔是講啊，我咩詐騙啊，然後我是來自哪裡，然後我為什麼想要跟您做拜訪？那到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這樣子去跟他做互動，電話一直打，我也厚臉皮啊，就一直跟他叨擾這樣。他後來終於有一天跟我說：我嘅生意呢，差不多那就要轉啦，唔張打電話過來啦，阮佢那就要轉，唔張同佢約時間這樣子，然後他全程都跟我用客語說話這樣子，所以我後來就覺得，既然我本身是閩南人，那可能在族群上面的認同上，可能有一點點距離。我覺得或許我去學客語，可以拉近第一步的一個親切感。故時候我就去讀書，再回到學校去，然後研究客家。也因為這樣子，慢慢的有了第一步了，然後就開始也許天道酬勤吧。老天爺知道我這個傻瓜，就陸陸續續的有了幾位的受訪者願意跟我接觸。當然一開始也不是那麼的順利，甚至有人介紹，可是我在去做拜訪的時候，其中也有一位受訪者，我前後後拜訪了半年多的時間。那其實大家對我們都是會比較謹慎的啦，畢竟要把斯坦營條白嘅事情拿出來講，也係分享，不見得家裡的這些宗族的長輩他們願意，對。嗰時其實真係冇簡單，但是你這個嘛佢有意你去做一件事情嘛，以學嘅客話，但是我佢想嘅地方，你幾時看到一個拿出來東西嘅時間，同你這個想嘅有共樣嗎？第一拜我看到一隻，就是我剛剛說第一次拜訪的那個85歲的阿伯，他讓我看到他們神作風還擺着那一對貢花，那個真的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不是相片裡面的作品的時候，
心里面那种真的很激动。然后伊同我讲，伊细细个时节，当初伊的阿婆也迄阿太记唔记得嘞？因为他那时候已经85岁了。他说他有一点不太记得。那这个时节，老人家有讲，迄期的家族，7家族的家族，对。故说安尼双方来的话，等于讲，迄老人家万岁时节，你讲到迄也的阿婆还是阿妈，嘅妈妈家族嘛吼。故是讲，佢对讲法等于都8公人呢。好，因为阿公都85岁嘛。系啊，系啊，对呀。可是其實8公人呢，伊啲講法來講嘅話，也要識神啦、檢頭啦，咪有冇？因為他們是不用在神作風哎，所以其實絲織品它久了以後，經過了陽光啊，或者是燈光，其實會有脆化，或者是類似像我帶了這些從老物件裡面帶來的，那你會發現到其實這些絲線就會按呢脆化掉了，然後像裡面啊會有這些通草的花苞，我們常見的，那它就是仿照了堂前屋後，我們客家常常會在庭院裡面栽種嘅玉蘭，這個玉蘭的花苞，那上面會看到很多蟲蟲非常喜歡的食物，那就有一點褪色了。可是我覺得在這些老物件裡面，我們還是會看得到以前細妹客家細妹用按的簡單的東西做出，讓我們真的是很驚豔不已的一個作品。嗰種人客家產法唔單止算是我哋以前太夫人家嘅細妹嘅學習為嘅工藝，同時嘛係我哋客家文化地區最重要嘅工藝品。有時下我喺段節目我哋話嗰度個精彩內容。翻過來福起來，所以節目來自我哋苗栗，但是也我家嘅高雄嘅施輯先生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睇咗我哋客家產法嘅田野調查時間，伊發現到某個無窮嘅東西。咁先生，你即刻睇看田野調查時間，可以看到講伊啲8公人嘅伊啲功法嘛嗬。咁除咗功法以外，有乜嘅印象幾深嘅作品？應該講吼，一開始我會想愛開始做田野調查和客家的研究。其實係有一擺來我們園區的一個遊客，佢講到，她是一位大姐，佢講到，我嘅家婆頭擺啊，16歲聽琴，20歲。花咗4年嘅時間，做一道嘅客家產法，還有插繡，一道嘅家裝，4年做好，將嫁出去。你講伊呢度我準備也要加重花4年。佢講到按呢句法，因為嗰當時我們園區辦活動，所以很熱鬧。那我一轉身的時候，這個大姐去哪裡了？我後來花了很多時間，透過了很多的人詢問，張又過請到底，然後又跟他仔細的問了。那他也有跟我分享了一下，就是當初他的婆婆16歲就同佢嘅公公聘請，然後做了這些嫁妝，因為她是他們家族裡面的長女，喺佢嘅阿太還有阿婆，很佢要做安尼嘅嫁妝，要風光，要讓家族有面子。我哋講啊，佢咩嫁出去嘅妹，而且講乜手工要按腰，耐性要按度，呢度4年做自家嫁妝。我嗰陣即係看到有條路看嘅時間。伊嘛有幾多嘅算是疏爽啦，冇得損嗰種冇辦法嘅一個事情。但是你這個嘛算是一個工藝師，有想到講我哋提，讓我講啊，複製
好，可能妇科回来一件事情。主持人您也问到了这一个重点哈，大部分我们先简单的来讲，就是哈嘎应该讲产法，不管是好路的，也是哈嘎，它的基本的这个架构就是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的丝线、修线、自拔的，还有眼线的，就这几个很简单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长久了以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从老件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个绣线它会脆化，然后褪色，那包括里面的一些像眼线呢，会因为金属的这个疲乏，然后就垂头丧气。故说，动到给老件久了。那可能它就只有被丢弃，或者就是损坏，也没有办法再复原。那大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老件，也都在可能藏家手上，亚黑博物馆里面，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这也是我兴起了想要复刻它。因为也在这一段时间，去做田挑还有研究，那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实体的物件。那我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寻找类似的材料，把它再做出这些老件的复刻品。那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机会能够再看到以前的西摩的指尖上的四季在面前绽放。可是其实香港的现场的也对算是法展，是吗？一路还算是老件的一个复刻版嘛。是，很谢谢我们的那个文物收藏家陈达明老师，他愿意这样子很大方的让我去记录。那这一件是我第一个复刻的法簪，因为他只有收藏到3件的法簪的这个算是很稀少。那其实每一件法簪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种吉祥的寓意。那像现场的这一对呢，它是闹蛾。那闹蛾其实跟蝴蝶一样，同样也会同样就会有蜕变。女孩子从今以后要蜕变成人家的新妇啊，也是妈妈，也是就是人家的妻子。不一样的身份进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的一个寓意。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然后接触到客家产花，我也有同样的思维。我们都会因为哈嘎贤民很勤奋、很刻苦，那可能是蓝山，可能是就是会比较耐脏耐那个，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啦，哈嘎的插绣还有产法。什么懂讲懂缤纷，然后也代表着我们客家人的这种对美学的一种表现，是非常的特殊的。因为可能提供其实人家几年来的研究算是书创来讲的话，算是也几年啦。好，听下咱苗栗是有一啲展览，那要同咱观众朋友讲一下，有冇展览本身以有一啲重点係乜呀？其实这一个展览，它主要就是应该说我在2023的时候出版了《指尖世纪》的这一本书之后，我把书里面的内容转换成这一次展览的立体化，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哈嘎还有后路跟长花的差异性。用途还有各方面的特色，然后各种的一个表现。那这个部分我分成了4大主轴，分别是偏色和总色，老总色哈，还有天衣杂黑祭祀老繁衍，第3个是祝福与护佑，还有。第4个是我们的传承和
创新这4个主轴。但是从亚个事业面向来讲的话，我哋下面一点来讲，因为头头我哋已经有讲到讲，譬如讲以可能系啲家长，它是喺祭祀上面，喺创业上面，也用我哋客家产法，係用嘅方式来呈现其实这4大主轴，我觉得也是代表了禅花的整个历史脉络起承转合的部分。那简单来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错。好，那客家的这些嫁妆，我在现场展览的现场，我有把它参考了客家朋友他们家里的一个神桌的摆设，那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因为毕竟展场那我有弄了一个公法熊，还有宽法腕，也有个行灯办法，好摆饰在上面，那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头摆个什么的，还做个家装有哪些这样子？同时讲，也地位算是客家产吧，喺那个地方我出现呢，譬如讲我讲的行政办法，无如讲我哋咧功法，我哋咧功法上嘛，因为伊个铁珍贵啦，嗰时候伊咧上诶，看法文一件事情其实喺我哋南部真是完全冇看过，乜都看法文。看花碗我们在做田调的时候。有听过几个说法，但是大部分都不离客家头拜都是务农比较多嘛，有很多的茶园、果园这些。那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每天也都还会，就是在神桌后会摆上了鲜花来供佛祭祖。可是，植物不等人，不能因为就是过年过节了，然后你就可能田里的事情就荒废或是怠慢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利用了这个看花碗，它上面是很漂亮的一个圆形的绣片，然后再放在很漂亮的日治时期的时候放在日治冰碗上面。那在更早以前的话，是放在一些特制的瓷碗或者是那个圆形的碗里面，然后一组大部分都是5个一组，然后就是摆放在神桌前面这样子，那你就不用天天的去换花，然后会觉得客家对神明、对祖先是非常的崇敬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一件祭祀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故说按来给摆放对先民来说，他们认为是他们最崇高的一个敬意的表现。故说其实客家产法唔单止係細末嘅家種，其實睇我哋日常嘅生活地方，嘛係一啲貴重嘢嘅工藝品。休息下下個節目我哋為嗰度更精彩嘅內容歡迎古來福喜來，所以節目來自藝登苗栗嘅時攝先生來到我現場嚟分享講，佢做乜一擺會做一啲展覽。我就想問下先生因為其實一個展覽一直到4月份嘛，可是其實更加還是有機會可以看但是我想講問一下講，因為其實到更加為止的話，他個人看過呀展覽嘅人，他個人的回饋怎麼樣？這一次的展覽其實蠻感動的很多朋友應該說，在我們的有一區是我放了我收藏的一些生意的模多泰國啊，也係泰籍啊，看到都歡喜呢，然後也跟我分享我細個時間有戴過一隻。或是會跟我分享說，他曾經戴過什麼樣風帽啊，或者是什麼樣的東西，係夾個阿妹做本記嘅，也係
他就是小时候要做对岁，是对岁这么讲吗？对，就是要送头角，好的这个习俗的时候，太人送本己的礼物啊，哈，然后让他带到几岁这样子，大家都会分享给生日的时节的故事哈。那其中还有一位大姐，伊迄朋友设计有一个展览。纪念史就来到现场，然后看到了那个我刚刚说的，我们在展场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参考我们客家朋友的神州风的摆件哈，然后他说你看到个宽法碗呐，很感动，迄其实个时节，木卡有按那个一个摆设，迄伊个阿婆嘅家族。伊木卡妹有按那个好的一个就是神桌上的摆件，让他就是回忆起他儿时的种种回忆，对，他就会非常的但是对于工艺品呢，小时的时间来讲的话，其实有生人唔算一定也唔古老的年纪啦，不算是一个捡不回来，无法再让它重新复兴的一个年代。然后，因为其实吧，有个东西还是留下来，只是讲应该要更多的人去投入到这一块的，算是研究也好，重新去学习也好，这样子的一个队伍。那另外其实也摆喺展览里边嘛有 DIY，咁他看你参加的情形有。其实我们一直都致力在做推广。那推广的话，其实 DIY 体验是一个最容易入门也最亲民的一个方式。头摆，一次就有同学校的合作哈。那学校常常会有小朋友或者是各阶的那个学生，有时候是我们到学校去，没有。伊也就来到苗栗工艺园去，到工作坊来直接体验。我记得，应该是前年，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推广残花工艺到小学去。那我还记得有一只下狗就是小朋友，那其实。知道他在那个班上是成绩非常优异的生意呢那我还记得他第一天来上课的时间他就蓝灯一贴书我上课的时候他都唔做然后就宽轻宽给去家嘅书先生要同我讲他唔想做就。莫勉强，不要勉强他。那像做唔得安尼，其实都学校读书唔单像係学问，还有成绩，美学跟生活的知识其实都还是要并进的。故所我就同佢鼓励让他一起来学习。不过佢还呢唔等来。会不会我就想，还在跟他聊的过程里面，知道他就是他好像蛮听妈妈的话的。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同大家讲，也就来向他做一只七家的长发的别针，送本。请甲伊也是请重视的人当礼物，好冇？大家就同欢喜也是，伊就很做的我问伊，想爱送本万年啊？他就跟我说，哇，送给我妈妈，就这样子鼓励他，让他也一起跟大家同学这样子。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办了一场300人的一个缠花别针的一个 DIY 活动这一次的活动，
也让我很感动哈。我很少看到有这样3代同堂，好，阿公阿婆带点细孙呢，爷儿没穷哈，这样和乐融融，懂幸福呢，那种情境是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的回馈也都会觉得说，学禅花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就是很疗愈，懂有成就感，然后也可以提升专注力。这是我们听到很多学员给我们的回馈。唔错啊！其实你像一啲时间以内，你重复做一啲动作嘛，嗰个其实真係可以疗愈。我要不要分享一啲故事？因为其实我哋平常验政府客家事务所嘛，有判过一班做禅法，但是我哋嗰時就都想講，哇，做禅法呢，看可能可以講吼，但是我哋地方又講過優啊，嗰時我哋嗰時線上都講，咁一定唔係做出來嘛，嗰時有求你都想做，後來發現講，你鋼鐵優啊。做唔出來。嗰時第二個對我的男朋友來講，我哋真是嗰時有看到。嗰時其實喺4月27號以前，我哋也要展覽，還是睇我哋沒有有繼續我哋展覽哦。可是我想問下講，因為其實也擺算是欣賞法幾多年嚟，算是研究嘛個熟悉嘛，或一啲幾重要嘅展覽。啊，也擺喺展覽嘅重點，有我哋觀眾朋友講下講，有那個東西你一定要看嘅。其实距离我上一次的个展，这一次的展览，这样已经距离了9年多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其实也不是没有人邀请过，可是我觉得我拿不出什么比较可以有贡献，或者是更具体，或者是能让大家惊艳的作品，所以我一直默默的还是觉得我应该要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禅花。要摆个展览哈，我想有一件复刻的作品，会在我刚刚一直讲的，就是我们神桌上面的那一对供花香。那一对供花香是我目前看到很特别、很有特色的一组供花。它的花型呢，跟我现场有带来了。那它就是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它的每一个指型。那它在剪那个指型的时候呢，需要让它每一层都是镶嵌住的。好，看到实际的作品应该可以知道。然后它每一个镶嵌上面，它又还有波浪的纹路，所以在剪那个波浪的过程，其实也要很细心。那你的那个指型最后缠好了以后，才能像现在这样子看到，非常的紧密，不能有缝哦，哈。那上面呢，还要在边缠边加入了锡箔纸，让它呈现的点点的那个金属光泽。有做过禅花的人应该都知道。对，我一谈得懂我都发现那个我放弃了，因为我一开始我本来讲，唔记每一层是独立的，你嘛，我有时讲也提层，你收起来了哈，弹簧的不是，它是一整体。对，好，嗰时等于一开始在剪纸的时间，录一啲冇简单的事情。是，听人都讲，唔同都讲要产的时间哈，因为有色神的差别哈。嗰时你在产跟冇看我色神的时间，冇看我茶色。然后第三呢，你把加入锡箔纸，因为佢可能做起的丝线来讲，冇像其他丝线，可能丝线本身就有亮泽啊、某种之类的。嗰所以呢，用冇看用的一种方法去变，看上来会有金条安尼样的。这一组供花里面，除了按那个花按讲。还有葱诶、鹤、永鸭贝，还有很多的装饰，所以我前后复刻，因为复刻我们就要找资料，就要找它相关的素材，然后要1比1，仔细的，不能加入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按照它原本的这些条件，然后去把它做出来。我前后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把它做好，那真的很不容易做，我拆掉了好多，后来都做到后面丢掉，然后再做，这样子不断的挑战我自己。
我所等于讲，因为伊啲算是客家产化工艺品来讲，其实係係等贵从期以来贵到客家服务，以及家算是艺术的一个结晶咧吼。我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也听到了一个说法，亚就会挑白客家婆婆都挑媳妇的准则之一。好，那我觉得客家婆婆非常的有智慧哈，她利用这样的女工来认识未来即将要进门的新 Q， 知她的性子是不是很有耐性，然后能够不急不徐的能够操持未来我的这个家业。好，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家族其实都是比较特殊的背景，那算是大户人家，所以家大业大的这个背景之下，来到我们家里，你也要能够帮夫家分担很多的家务跟很多的事业，是要当贤内助的。看今日节目，感动我哋觀眾朋友對我哋客家產品話有興趣嘅，喺4月27號以前到我哋呢嗰啲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呢苗栗分館，如果會看到也真實更加介紹看到嘅客家產品。今日感謝我哋先生，輪到現場分享按照安先生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休息下，我哋聽我哋先生來向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